我係劉家強 George， 選委會界別嘅立法會議員。我從事企業管理多年，亦都有豐富嘅服務青年、服務社會嘅經驗。曾經擔任過全國青年常委、天津市政協常委、港區召集人，以及全國政協委員，都係現屆嘅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正處於由治及興嘅階段，我好希望通過過往喺工商界服務嘅經驗，服務香港，服務社會。我好希望喺議會裏邊同特區政府一齊全力拼經濟、謀發展、為民生，實現香港經濟轉型升級同埋高質量發展。我認為香港要做大經濟個餅，先至可以惠及更多嘅市民，令大家生活過得更好、更有幸福感。所以未來我都會致力同政府一齊拼經濟、謀發展，助力香港再出發。我哋經歷咗香港由亂到治，再由治及興，我深深體會到國家安全對我哋香港嘅重要性。國家安全就係香港繁榮穩定嘅基石嚟嘅。喺議會當中，我好希望推動國家安全教育。國安教育咧，唔係一個一次性，亦都唔係喺一個年齡段裏邊嘅。其實就係從小到大都要培養香港嘅市民國家安全對我哋香港嘅重要性。你嘅政綱入邊提出經濟為要，其實你嘅諗法係點？同埋有冇咩具體嘅建議呢？經濟唔好啦，嘅生意越嚟越難做。其實僱主同打工仔都好唔容易。呢個係我提出以經濟為要嘅主要原因。我都好希望咧可以通過出海嘅專班，然後可以將個範圍擴大，盡量可以幫到中小企業走出去。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就係香港未來嘅發展嘅重點，所以我都提倡咧大學城可以盡快上馬。我好希望咧透過大學城嘅建設，鞏固國際教育樞紐嘅地位，並喺多方面咧深化經濟同埋社會發展嘅效益，提升香港嘅經濟同埋產業嘅競爭力。通過推廣香港高等教育嘅呢個品牌，帶動相關嘅產業鏈發展。北部都會區嘅發展一定會成為我哋香港再出發嘅強大引擎。呢個係我哋香港高質量發展同埋繁榮穩定嘅基礎。所以我認為再出發係需要各界攜手，積極參與，創造活力，期待我哋未來嘅香港更加團結，更加有力量。